銀髮經濟呢，第一其實我哋嘅長者唔少呢，喺呢個年代呢都係儲到啲錢，佢都係有能力去為自己提高生活質素。但係佢哋所需要嘅呢，當然就係點樣提升佢嘅生活質素同埋健康，同後生嘅可能有啲唔同。所以我哋針對長者嘅生活需要，或者我哋要多啲從健康、從旅遊、從生活方面入手。咁我相信我哋呢嘅社會喺呢方面係會大有可為。長者關注嘅呢係健康啦，自己有冇足夠嘅生活儲備？我唔知我會幾老㗎嘛，香港人係可以好老嘅，超過80歲，男女都係。另外呢，就有冇人照顧我啦？我太老，邊個照顧我啊？又或者呢，我哋係咪需要啲安老嘅服務？嗱，我哋睇得出我哋面對嘅就係人口老化之餘係後生仔唔夠，因為我哋嘅出生率低。咁嘅時候，我相信將來我哋必須要係用智慧同埋用智慧醫療人工智慧同埋用機械人呢係幫手做好多長者嘅照顧。咁喺呢方面呢，我哋必須要同步發展我哋嘅智慧醫療，唔能夠呢淨係等我哋市場自由發展。我好希望見到就係譬如我哋醫健通可以成為一個operating platform， 一個運作嘅平台，係俾其他嘅醫療系統、監察嘅系統咧插入去，係可以兼容得到。另外一樣咧就係健康方面，到底長者佢係喺香港，抑或係好多鍾意返內地返自己鄉下安老，做唔做得到呢？事實上，原來我哋都有廣東計劃，係俾香港嘅長者可以選擇返去自己嘅老鄉嗰處係安老。而佢返去嘅時候呢，佢香港如果係用公屋嘅時候，佢有半年時間係唔需要交返去公屋。佢返到內地嘅時候，好擔心係乜嘢？我去邊度睇醫生啊？咁而家我哋嘅長者醫療券已經推廣到大灣區9個城市，喺呢啲地方呢，亦都有衛生署指定咗嘅啲地方可以使用，可以話咗俾你聽邊啲地方信得過，可以等佢哋使用長者醫療券，幫到佢哋手。所以我哋見到嘅呢，就係我哋喺香港雖然仲係我哋做主體責任照顧我哋老人家，但係佢哋有個選擇，就係除咗喺香港之外，亦都可以返自己嘅鄉下生活，亦都可以呢係喺香港選擇更加合適佢嘅生活方式。銀髮經濟再發展落去嘅時候，我希望見到一班長者呢係有活潑嘅生活可以出嚟。時間夠。